大王，张子來了。大王，张子坐。张子是咸阳城里耳目最灵的人，这2日可听到咸阳城里一首歌谣？大王说的可是“蟄夫成城，蟄妇倾城”啊？聪慧的男人闖天下，聪慧的女人亂天下。說的是周幽王寵信褒姒、廢嫡立庶之事。大王對這首歌謠怎麼看？似乎有所指。既然傳得滿城到處都是，只能有一個目的，是想把它傳到某一個不容易傳到的地方去。比方說，寡人的成名殿。大王的後宮不缺聰明的女人，但這蟄婦傾城的歌謠後面還有另外2句，不知道大王聽到過沒有？哪2句？腹有長舌，為利之階。女人舌頭長，災禍從天降。哎，女人少了無趣，多了讓人避之不及。難怪孔子說：“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，近之則不遜，遠之則怨。”大王這話裡有話，弦外有音啊。有什麼音？有。好了，還是說回正事。近幾年大秦連打了幾次大戰，威懾住諸侯以後，接下來就要穩定疆域，休生養息。張子對此有何看法？微臣以為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放在3個新收服的地方：1為巴蜀，2為義渠，3為河西之地。寡人總是分封，難也難在這3個地方。大王已成年的公子當中人才濟濟，該不會周旋不開吧？你可能不知道，羋月提出想讓公子季分封去巴蜀。也是啊。這義渠河西之地，確實沒有巴蜀更合適公子季。公子季尚未成年，那巴蜀山高路遠，對他就合適。羋八子尋不到比巴蜀更好的去處了。羋月不想留在咸陽宮，不想留在寡人身邊。如此舉動，實在出乎寡人意料。那是羋八子對功名利祿從無所求，這也是我看中他的地方。這也正是他惹怒大王的地方。其實大王無需煩惱，後宮的女人說的再多，也都只是一廂情願，最後定奪還是要憑大王的一句話。大王到！臣拜見大王。免。元日大吉，寡人要與眾臣宣布諸公子分封之事。寡人的公子們逐漸成年，到了該為大秦鎮守疆土、隨從作戰、繳納貢賦而盡職守的時候了。元日大吉，今日辭舊迎新，這茭白酒遠勝往年。百葉和花椒選的都是宮中極品，我祝各位姐妹吉祥如意，富貴平安。祝王后富貴平安。
自有没兒女的好處。魏姐姐，童兒還小，你說會不會這次也把她分封出去啊？妹妹放心，有人比你更不想讓兒子分封出去。姐姐说的可是魏夫人，可我看魏夫人是胸有成竹，好像稳操胜券的样子。有些人就是刚愎自用，自以為是。哎，要真能像她那樣，图個自己安心，那也就好了。今日大王在宣示殿向众臣公布分封大事，芈月妹妹仿佛事不关己呀。雷霆雨露皆是天恩，何況诸公子都是大王的親生兒子，难道大王還會虧待了他們不成？手心手背還兩般待遇呢，我就不信你心裡沒有一點打算。不過這一陣子妹妹往大王處走動的少了，不見君面，君自然寡淡，想向大王求情，估計也逮不着機會吧。妹妹還真不知，原來姐姐的恩寵都是求來的。在大王面前自作聰明，小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。大王一向恤老憐幼，公子既这麼小，這次分封只怕是輪不到你了。王後的奏折求的是為諸公子分封藩地，該是人人有份的，為何公子既無份呢？繼兒若是能與其他公子一同分封，那是繼兒的福氣。大王子嗣繁盛，我請求大王分封，就是為給眾姐妹們求個天公地道，不偏不倚，人人有份。說得好聽，那是人人有份；說得不好聽，那可是把人人都算計進去了。魏夫人，你錯了，大王豈是任人算計的？在這後宮，你我誰都做不了大王的主。今日大朝會，大王會在殿上頒詔，也應該有消息了吧？是啊，就是啊。妹妹放心，王後早早就將珊瑚派到前面去了。姐姐急也沒用，該來的跑不掉。我總覺得心驚肉跳，覺得不祥，仿佛生死攸關。已經這樣了，倒不如學學八字，看他樣子，仿佛將生死置之度外。頒詔了，頒詔